大家好，2026年商鋪市場正迎來一個極佳嘅黃金入市窗口。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嘅數據，1月份鋪位售價雖然按月微調咗1.5%，但係租金回報率卻逆市上升咗3.6%，按年回升咗0.2%。咁意味住咗乜嘢呢？咁代表資產價格變得更親民，長遠收租嘅投資價值已經全面浮現啦。目前市場一大亮點就係實力商戶開始轉租為賣。早前有連鎖健身室以約3000萬買入長沙灣一個超過6000尺嘅鋪位自用，尺價唔到5000蚊，比起舊年叫價大劈咗24%。對於企業老闆嚟講，與其每個月都要交10幾萬嘅租金，不如趁低吸呢一啲優質嘅資產，長遠鎖定呢一個營運成本，呢一個係絕對非常聰明嘅資產配置。另一方面，租金從高位回落並逐漸企穩，促成咗零售業生態大洗牌。過去只有奢侈品店先租得起嘅核心區，而家亦都呈現咗百花齊放嘅格局。主要有3大動力：第一，體驗式消費同埋特色餐飲進駐旺區，例如有台灣茶飲品牌用15萬租咗尖沙咀嘅地鋪，新嘅租金亦都夠舊租金低 6.3%。第二，內地果工農繼續擴張，有內地男裝巨頭啱啱以40萬月租進駐中環3000尺鋪位，開設香港首店，咁證明咗市場嘅剛性需求仍然龐大，優質地段絕對唔受租限。第三，文創與深度遊帶動咗消費復甦，隨着旅客旅遊模式轉變，尖沙咀柏麗大道同埋旺角核心區近期接連錄得多宗香港特色紀念品店嘅租務成交，尺租企穩喺150蚊至到160蚊嘅水平。而家嘅租務市場已經由以往嘅業主主導模式轉為互利共贏嘅模式。我哋睇到越嚟越多業主願意提供彈性條款同埋商量嘅空間，咁樣唔單止能夠提高商戶嘅營運空間，更加為投資者鎖定長遠穩定嘅現金流。總結一句，鋪位市場已經進入講求精準眼光嘅投資價值期。無論你係想穩中求勝嘅收租投資者，定係打算自置物業嘅企業老闆，而家都係入市尋寶嘅最佳時機。